有些小毛小病，但是我上次就讲过了，瑕不掩瑜。谁没有过去？他就喜欢喝那2杯。我旁边站一个，我实在不太喜欢的韩国瑜，他实在很烦哎。每次讲话，我们提心吊胆，可惜让我们听得很爽。这个人很奇怪，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说，制度很重要，谁破坏制度，谁就是罪人。韩国瑜，你喜欢他也好，你不喜欢他也好，他是经过层层的、一步一步的，透过党的机制，透过这个制度，他凸显出来的，他胜选出来的，我们唯一的党的提名总统的候选人，对不对？请问大家要不要支持他？要不要支持他？要不要支持他？纵然他有些小毛小病，但是我上次就讲过了，瑕不掩瑜。谁没有过去？他就喜欢喝那2杯。只要这2杯不坏事儿，就没事儿，对不对？在座哪一位闲下来，亲朋好友2、3知己，我们不喜欢喝2杯的，对不对？喝了2杯，兴致大发，讲什么话自己有时候也忘掉了。但是性情中人，谁是性情中人？韩国瑜就是性情中人，对不对？性情中人，他爱的是谁？他爱的是李嘉芬，讲错了，他爱的是李嘉芬，可他更爱中华民国。就凭这点，要不要投票给他？要不要团结一致？要不要努力？要不要争气？就看大家，每一张选票握在我们的手中，不是为韩国瑜，是为我们社会的安定。我刚才特别讲，是让大家能够安心，是让两岸能够和谐，是让我们国家有未来，让我们下一代有希望，他能够